我是火焰先生，我来自一个很嗨的星球，开始应该要研究一下地球的文明。帮我开。Fireball！今天身上只带了20元，买了水却被别人整瓶倒在身上，我就带他来找我哥。经过我们的观察，这位老兄好像有把现场气氛变得很嗨的能力呢。于是我们决定带他去看表演。我买学生票。学生证，学生证。这很久了吧？我人币。你还没有其他的？人币。Fireball！